最近又睇到有學校又提出少講粵語多講普通話規範用字，我就喺度諗，如果學生響作文嘅時候寫上鋪頭呢個詞，老師會唔會認為係用詞唔規範呢？因為好多人包括一啲專家都認為鋪頭呢個詞只係廣東人日常習慣性嘅口頭俗語，唔係正式嘅書面文字。其實鋪頭呢個詞喺唐詩裏面就已經有出現，比如唐朝王建嘅詩題崔秀才旅居裏面就有一句時復打門無別事，鋪頭來索買殘書。又比如唐朝王范之詩並序之79裏頭就有一句鋪頭前買取飽啖何須慮。能夠寫入唐詩嘅詞語，就因為而家成為咗粵語日常用語，就被認為係唔規範。我覺得呢個係對古漢語嘅極其唔尊重。